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輝豪地產問問，今日咧嚟到呢一個悅和新苑又收套獨家新盤低樓層嘅3房，咁樣咧錄到下面之後咧，右手邊咧過翻隻路口咧就到我哋呢一個實驗3小號，再往另一邊咧就3分鐘就到我哋皇城啦。有興趣睇我呢套地方記得問問20幾個低樓層3房。今日又收一套獨家新盤，悅和新苑呢一套低樓層扶梯3房，入證咧大約係84平方，睇一睇我哋呢一套房，3房一隻衛生間。衛生間裏頭咧都係有一隻倉嘅，咁啊而家咧業主係買咗新樓盤啦，裝修得準備搬過去啦，所以咧委託我哋放咗呢一套房，開間呢度咧有4米咁上下。而家睇到嘅家電家具咧，有需要嘅話咧可以留俾你，冇需要嘅話咧業主可以負責幫你清走。呢度咧係第一間房，而家係最雜物間，米半床咧係冇問題嘅。喺呢度呢一間房咧係帶多一隻倉嘅，空調呢啲咧都係留喺度嘅。呢一間房咧就配多隻陽台，亦都係空調到位。呢度咧望出去咧就係南向嘅。而家業主要價咧就係20幾個，有興趣睇呢套靚房記得搵問問。記得關注再走哦。